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言是：有样看样，无样家己想。伊的意思是讲，毋通干那模仿别人，嘛应该爱家己创造。有样看样，就是模仿。咱若是到新的领域，毋知影要为倒位开始的时阵，模仿是真好的开始。可比讲写作，若是想要写出好文章，就是爱大量读册，对好的文章内底找出会使学习的所在，练习家己写文章的能力，稳稳啊进步。毋过写作嘛毋是有样看样尔，拄到问题嘛是爱靠家己去解决，想办法加入家己的 idea， 才会当写出好文章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